如果有香港嘅朋友仔咧，想喺東區呢邊玩4房帶裝修嘅話咧，咁呢套咧其實係唔錯嘅，因為呢個房咧係位於東區博愛7路嘅，然之後嘅話係萬科嘅一個物業，萬科嘅一個管理公司。咁呢間房咧係116平嘅，呢邊咧係南面嘅一個陽台啊，長度嘅話都有6點幾米。咁116平嘅話咧，佢係做咗4房，2個衛生間。2個陽台嘅，咁呢邊嘅話咧係北面嘅一個飄窗位咧，可以看到我哋小區一個園林。成個小區嘅話咧係分為小高層同埋高層去設計嘅，可以睇到廚房嘅話咧都係一個面窗嘅嚇，所以成間屋嘅光線咧係非常之唔錯。呢度咧係房嗰個入戶門口，咁啊呢邊嘅話咧啲鞋櫃全部都已經做晒墮頂㗎啦。咁啊右手邊呢啲小陽台啊，同埋呢個衛生間咧，其實都係做咗乾濕分離㗎啦。咁呢間目前嘅價錢咧係100萬多啲啊。咁啊呢邊嘅話係做咗4間房，咁可以見到每一間房話都可以擺得到1.5米以上嘅床。咁呢邊嘅話咧一樣都係，因為業主嘅話咧之前係住過好少一段時間嘅啫。咁依家睇到整體嘅保養咧都係仲比較新淨㗎。咁如果你對裝修要求冇咁高嘅話，其實呢間房咧稍微佈置一下咧就可以入嚟住噶啦，所以都係好方便。咁呢個位置咧係離嗰個中山市博覽中心深中嗰個巴士站嘅話，大概步行嘅話就20分鐘左右，咁開車嘅話就5分鐘就已經去到啦。咁佢離嗰個深中通道翠亨快線嘅出入口嘅話，都係開車5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所以呢個房咧係屬於林森嘅片區。咁我哋依家再落去睇一睇小區嗰個環境係點樣嘅。我哋依家落到嚟小區，可以睇下小區嘅環境。咁啊呢邊睇過去嘅話，啲綠植啊各方面都係非常之唔錯。咁啊成個小區咧，佢係有游泳池啊，同埋兒童樂園等等嘅。成個小區咧都係全人車分流，就算電單車啊都上唔到嚟嘅。咁整個小區咧係有小高層同埋高層去組成嘅。咁啊如果你想喺東區玩呢啲二手次新房，5年去樓齡，然之後要大品牌開發商嘅話咧，咁我覺得呢個小區咧真係值得可以過嚟睇一睇嘅。咁依家落到嚟小區嘅大門口，可以睇到呢個門口啊相當之氣派啊！次新樓嘅門口都係唔一樣嘅。咁門口咧就係博愛7路，咁博愛7路咧係連通中山嘅東西區嘅。咁未來喺呢度話去到深圳寶安機場等地嘅話，都係40分鐘左右。咁呢度去到地鐵18號線中山站嘅話咧，都係10零分鐘嘅啫。咁如果有中意嘅朋友仔咧，可以讓我過嚟實地睇一睇嘅。咁我哋今期嘅話就係咁先，下期再見。